各位評委與觀眾，大家好，我哋係來自香港理工大學嘅團隊，今日帶嚟嘅項目係 FlowMind 知識應職場紓壓虛擬現實系統。環顧全球，當前職場人士正面臨心理高壓同生理勞損嘅雙重危機。WHO已經將職業倦怠列入疾病分類，而長期久坐引發嘅肌肉骨骼問題亦都係普遍痛點。現有嘅冥想程式或者健身房方案，往往面臨時間成本高、參與度低且效果難以量化嘅困境。我哋觀察到，現有嘅虛擬現實健康產品存在4大局限：缺乏團體互動、反饋維度單一、自適應能力不足，而且好難融入碎片化嘅辦公時間。針對呢啲問題，我哋構建咗一個全閉環嘅健康干預架構，透過人工智能引擎，將感知輸入轉化為多維度嘅即時反饋，實現動中修正嘅科學紓壓。技術層面上，首先，我哋採用深度相機結合虛擬現實頭盔嘅流程，實現咗細微動作的精確影射。員工喺虛擬空間可以見到另一個自己，甚至與同事一齊進行實時鍛煉，透過虛擬化身增強自我效能感。第二，我哋創新嘅運用咗多模態生理信號融合技術，重點監測心率變異性、眼動同肌電數據，精準評估員工當下嘅自主神經壓力水平。第三，系統內置嘅人工智能自適應引擎會根據個人特質進行3步嘅自我學習，由熱身校準開始，到深度學習比對，最後實現動態模式切換，確保無論係新手、熟手定高手都能夠獲得最佳體驗。第四，我哋提供視覺、聽覺同觸覺嘅全方位即時反饋，引導員工恢復平穩呼吸，糾正錯誤動作。最後，數據化報告係我哋嘅另一大優勢。個人可以獲得健康洞察，而企業管理層則可以透過匿名看板，精準制定職安健政策。FlowMind 嘅部署非常之靈活，只需極小嘅室內空間，10到15分鐘嘅碎片時間，配合無控制器手勢操作，大大降低咗企業嘅採用門檻。無論係為員工協助計劃、辦公室環境優化，定係團隊建立、遠距工作同步，FlowMind 都能夠無縫融入多元嘅企業使用場景。總括而言，FlowMind 憑藉團體沉浸互動、多模態自適應、數據驅動管理以及職場友善整合這4大優勢，有望徹底重塑職場干預模式。我哋精準針對職安健核心問題，緩解職業倦怠，改善肌肉發力情況，增強團隊連結，最終建立一個科學化嘅健康管理閉環。多謝各位嘅觀看與傾聽。接落嚟呢段簡短嘅演示影片，會展示使用者點樣喺碎片時間，透過輕便的操作，達到深度紓壓嘅效果。